欢迎收看《福气来咧》，我係 Rita 林玉天。今日非常歡喜哦，喺節目當中會邀請兩樂團呢、韓國呢、兩客家創作歌手非常讚美大師呢，喺節目當中哦，你實實嚟分享今日有3屆來賓哦。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狂美交響管樂團的團長，我叫謝維明。大家好，我是狂美交響管樂團的行政總監劉可傑。大家好，我係蔡依偉。歡迎3位，耶！第美國讓嘟嘟轉來，是天天上你的節目，非常歡迎啊！哈，我看這是狂美嗎？又瘋狂又美麗嗎？不過之前呢個節目當中，我記得係桃園市民聯合管樂團啊，係嗎？對。哦，不過你要把用文名的呢，是改組了嗎？對。我們一開始成立的名稱是桃園市民聯合管樂團。那在我們今年初的時候，我們這個樂團進行了改組。那其實我們在2015年的時候就已經有市民團跟專業團。那現在就是保留桃園市民管樂團。那我們另外的我們專業的老師們，我們另外改組成立了一個狂美交響管樂團。哦，狂美哈，鳳空有安蜜力。有冇？哦，你要叫咩啊？狂喜啊，或者是狂喜一種的，有一種狂美的。那種美啊，為什麼會改名叫狂美？其實我會想要我們在討論這個過程，名字的過程，我們其實有很多的選項啦。那最後定案這個狂美，其實是因為我們覺得說，音樂它其實是藝術的一個呈現。那我們希望可以帶給我們的觀眾是一個最美麗的一個境界。所以呢，那符合這個狂這個字，其實我覺得就是。剛好當下現在很流行這個字啦，那也是一個非常就是追求極致的一個表現，所以我們用追求極致的美當成我們樂團的一個願景來希望樂團可以越來越精緻、越來越漂亮、越來越美麗的呈現給所有的觀眾。哇，狂美管樂團係啊，對，就是狂係啊。另一邊呢，其實哈還有一家動共用是係得到傑出團隊哦，所以兩邊係算係講，一般來講要獲選傑出團隊，你有動年的資歷啊，要很多年的累積，要很豐富。不過你們成立4年嘛，對，就榮獲這樣的殊榮有動感同嗎，團長？其實能獲選這個傑出團隊是真的是要很感謝我們這個從一創團到現在，歷經所有的行政人員、團員，那大家的努力，那還有像是宇威老師啦這些非常棒的音樂人願意跟我們合作，那給了我們很多的養分，讓我們可以越來越成長。那還有再來就是很多的這個企業主對我們的贊助，讓我們，然後還有再來是我們的榮譽團長。林正賢先生，他對我們一直都很支持，我們才有辦法一路的成長。那到今年改組，雖然說我們到現在第4年，可是我們累積的演出場次已經超過100多場，哇！所以我們其實累積非常多的經驗在辦理活動，那甚至我們有辦過一些跨界的一些演出。那我覺得這都是我們慢慢的在累積我們的經驗跟能量。那當然，今年我們在獲選的當下，其實我們是很高興的，就是我們的看見，我們的努力終於被大家可以看見，對，所以真的很感謝，就是所有的。恭喜！係啊，宇威老師，你其實撈幾條合作夾擺嘅時間啊，哈，好，本身自己有創作，韓國呢撈倆管樂團、銅管一起合作呀，講撈交響樂團合作 ，TP 撈又狂又美的一起合作，因為係唔得麼？其實我都好撈後生樂合作，TP 係從狂美樂團，他們是很有夢想、很有衝勁的，那想說跟他們來結合起來。那 TP 兩排又結合兩種親子嘅活動，還有就在從來創作嘅童謠嘛哈，還有兩個一張所謂唱很多這個 Big Band 的這個西洋歌曲。哇！那其實我們通常玩搖滾音樂，最希望能夠就是在搖滾樂裡面能夠加一些銅管樂，那整個搖滾樂會更嗨，會很熱鬧。那這也非常期待這次能夠唱一些西洋歌曲現場。給大家帶來一些不一樣的音樂。哦，家下呢，宇威哥啱講出來，其實要透露禮拜同大家分享一隻
邀请大家看下咧摇摆音乐会哦，来大家做咧看下海报吼。20日这讨论客家文化节有一只水客摇摆的10月的1号，哦，咧系礼拜日，它就4点，10月1号，邀请大家今天亲子露天的音乐飨宴呢。同安亲子公园。哦，所以了解讲有一个亲子的设计，从夜通宵，还有 Big Band， 然后所以会有爵士乐。然后加上摇滚的元素，嘿啊，嘿，还有做的亲子啊，爸爸妈妈也做的享受这种英文歌曲，那个很热闹的感觉。嘿，我会教小朋友来唱这个客家童谣，也会有童谣教唱。嘿呢，所以礼拜的安排哈，还特别为什么有一个露天的场地空间？好，所以李美黑团长在设计的时候，希望邀请所有人都聚集到这边吗？其实我们在办活动，我们有很多的想法，是觉得说，如果我今天这么棒的演出，可以分享给所有在场的所有的民众，那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因为我们说真的，我们做演出的、做节目，就是希望被大家看到。我们既然这么努力的把这个节目给做得很精致，就是希望所有的民众，进来以后都可以欣赏到这个表演。所以我们特别选在一个傍晚的时间。哦，那很舒服。然后其实那时候刚好也是遛小孩的时间啦。而且现在是秋天，对，秋天它就4点，快醒日天晚来，太阳不会这么强烈了，很舒服，有微风吹来。是，对，所以我们就想营造一个这样的氛围，所以就办了一场这个露天的一个活动。哦，所以礼拜呢，我们在整个音乐会里面，铜管这个 Big Band， 听到这个 Big 是phải有动音嘛，会有多少个人的编制？我们这一次的整个演出的编制，这个 Big Band，Big Band 它指的是相较于室内乐，它是再大一点点，但是当然还没有到非常大的大型规模的交响乐团的一个形式。那 Big Band 里面包含的会有萨克斯风，这大家很熟悉，会有小号，然后会有长号，然后电贝斯，爵士鼓，然后 keyboard。对，所以就是一个美式的一个呈现的一个方式，对，就是美式的，比如说你到纽奥良听音乐，或在纽约看很多，无论是百老汇里面，它都有很多爵士乐的置入嘛，哈，所以是做咧感受安个气氛。讲到咧是问该西双喜玫瑰，韩国有嘟嘟的玫瑰表演中的有一个哈。今天是纽约百年的时间，看了很多的表演所以这一次的演出，包括大家贵家乐器的编制，也加入你自己，还有在一些不论是你的创作，来讲你的从事用过，好，你期待有没有运用扮演的表现？可能你要从英文歌不还标准对吧？不过礼拜也变 Q 和主要还是以黄美乐团为主，我就跟他们配合，不就很期待，就是说一方面享受很好听的、很轻快的这个西洋音乐，又觉得享受跟亲子告诉带小朋友全家一起来享受这样的时光。我觉得是这次最主要是一个愉快温馨的周末的感觉。是动快乐。当然有干也安尼客家歌啊哈。其实客家歌来讲，第二几年来客家音乐其实有更多元的发展，包含像约跟吉嘎堂，你玩摇滚乐，然后做民谣的创作也有，再包含像平常有爵士音乐的加入哦，爵士唐诗，两种专辑地都没有干也听到哈。第客家音乐来看，你觉得客家音乐它的变化应用在我们生活的上，或者是办节庆上面，你希望有它那都有扮演表现。其实特别还有上是一直希望是客家有多元的面向，可以跟你也很懂后生哦。我啊，林树水，你看现在中生代了。特别后生直接想结合各种不同的元素。如果礼拜去纽约港工哈。在国外，他们希望看到你自己国家有什么，你自己族群有什么。反而礼拜去纽约回来，当然是看到这个七彩各式各样的艺术行为。如果总而言之 ，TPU 感觉到要更深入自己的文化的根去挖掘。我跟也可能，你其实你们自己文化有什么东西？所以讲，我觉得一会我有用哈都有实践哈。去耕耘台湾本土的一些音乐，找到它的这个挖掘生根它的养分。
系哈，你文化精髓啊哈，所以我想你从音乐会哈，其实地图是有包含的，无论是 Big Band 哈，铜管的，也还讲你客家的文化够绕地图哈，然后去串联起来，但是让大家觉得非常轻松，非常愉悦哦哈。另外其实音乐总监啊，行政总监呢，可杰老师啊，地图哈，也参与了很多，而且要联络跟协助各个连结，您自己有什么样的心得？其实我刚开始本来也是一个乐手老师，非常纯粹跟单纯的一个角色。那也是透过就是跟我们的伟明团长一起这样子，开始从一档小的节目，慢慢的规格开始越做越大，甚至到跨界，然后还有跟金曲等级的老师一起合作。其实在这过程中，其实本来跟我自己的内心也是有一点冲突的。那我时常在当就是联络行政的时候，我常会有一个迷思，有时候我觉得说，我到底是我今天的角色，我到底是我其实应该说我自己的角色要把我自己放在哪里？那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我很希望可以在台上跟很多优秀的老师们合作。那有时候我又觉得说，其实我应该就是可以再把自己的就是格局看能不能再做得更大。那可以再透过就是本来从一个单纯的乐手的角色，到现在要 handle 整个行政的流程，对，这是我自己心里的一个期许。不简单哦，因为要处理很多行政整个团队的事务，尬爽自己又是音乐家、演奏家，要如何去权衡哈？我想现在看狂美的整个成绩，应该会走得非常好，做得很好。谢谢。好，等下整个节目当中呢，要请狂美乐团韩国余伟老师继续同大家共下来分享哦。唱了下，声音很沉稳的感觉哈。海邓好听，法国号的声音非常的优美耶。好，刚下呢，唐太了，可杰老师对你演奏哈，你的节目哈，挺难得的两位哈演奏铜管啊哈。法国号在铜管乐器里面，我想可杰老师对你介绍一下好吗？其实法国号这个乐器它是蛮温柔的一个乐器，那它通常在乐团里面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中音域的部分，然后还有演奏一些和声的堆叠。对。但这个乐器刚刚这样，老师演奏起来还动腔颂，但是其实呢，吹铜管都很不轻松，需要很大的肺活量。听说它是铜管里面最长的，是不是？它只是卷起来，它的管子非常长。对，它的管径其实如果把它全部都拉长的话，有3公尺多这么长。但是其实大家黑拱地哈，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打猎都要吹号角，对不对？对，它就是法国号的前身，对不对？原型就是。那个打猎的号角，其实最早期的法国号它非常的有趣，它的中间这个部分其实都是镂空的，然后它可以像女生一样，就是背包包，我们可以把它背在身上，然后就可以骑着马出去当那个前导部队这样。所以法国号它就是一个前导的乐器，告诉你有猎物了，哎呦你。对。它蛮有趣的，因为我们一般看到的铜管乐器，它通常的 bells 就是它的喇叭口，通常都是朝前方吹奏的。那刚好法国号刚刚在演奏的时候，就是我们是朝右后方演奏的。那这个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小典故，那就是早期呢，在那个中古世纪的欧洲，他们那边，那法国号通常那个时候嘛，就是当作是传递信号的一个乐器。那
去打猎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信号。以前没有像现在有 iPhone 啊，或者是对一些东西比较可以传递讯息这么方便，所以就会用乐器的方式，因为它可以传声的非常的远。对，那法国号呢，它就是喇叭口朝后面的设计，其实就是为了就是让后面的人可以听到这个信号，而不会对吓跑猎物，不会吓跑猎物，因为往前就会把猎物吓跑，不要吓跑猎物，所以往后吹。哦，哎，所以你要下给右后门哦。老师，你刚刚在吹奏的时候是3个按键，但是你的大拇指好像还多了1个按法。对，其实现在的法国号就是越来越先进了。现在我们一般所使用的法国号都是双调性的乐器，那就是会有2个调性在做一个转换跟搭配，所以不会到某一些音域的时候可能会有些转折点。因为毕竟这个还是乐器，还是属于就是金属的部分，所以透过双调性可以让整个乐器的声音可以更加的饱满，不会有区位转换，听到声音是比较奇怪。那这样是什么调跟什么调？是 F 调跟降 B 调。哦，所以给音域是很难翻。所以我们如果想要学法国号，要买双调性，现在越来越进步了。过你要动鬼哈，你买了一定哦，仅仅只会卖1推差额。哦，对，一个乐器是吉他就比较便宜，吉他一把入学只要2-3千块。真的，吉他是流行音乐就乐器里面算最便宜的，而且它是可以自弹自唱，很方便。小提琴一把几百万，对吧？好的吉他在8万、10万就打死。好了，真的法国号很贵，我们要好好的谢谢可杰老师今天带来节目当中所以你恐还乐分享。另外呢，其实贵家音乐会地图刚刚讲的 Big Band。竟然没有法国号，为什么团长？为什么没有法国号？其实这个也是跟Big Band 它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个乐团的形式。那早期其实就是在小酒吧里面一些黑人啊，他们就是玩乐器，然后就是我们都说黑人，他们的那个什么黑人灵歌啦，然后到后来发展成爵士乐，有一些 swing 的风格，然后那在这个 Big Band 为什么会没有法国号？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法国号当时的制造技术没有这么好，还没发展的很对，还没发展的很完整，所以当时的铜管乐器比较适合演奏的是长号，因为长号它几百年前就长这样，对，它没有什么进化。那另外还有小喇叭，小喇叭在当时的美国是随手可得的乐器，因为当时提倡军乐队。所以很多的那个乐器都是用小喇叭来演奏，很多的乐团呢都会使用到小喇叭，原因是因为这样。所以当时在美国很容易拿到2个乐器，就是长号跟小号。所以法国号在当时是没办法很容易就可以取得乐器，所以在以前的黑人设计定位其实是没有那么高，那他们可能没办法就是取得像这样的乐器，然后来做这样的演奏，所以变成说他们的形式里面就没有这个乐器。哦，原来还有哦。虽然这一次演出舞台上没有法国号，但是今天节目有哈。当然了，现在除了有狂美，那市民的这个乐团还有 you 就是由这些专业的老师去指导嘛哈，所以大家有兴趣咪就会教你。那余伟老师，你要摆戏迷归演出啊，韩国呢今天半夜时间啊，在纽约看了非常多的表演呢。好，所以看到了摆合作，跟你自己在美国看的那些表演，你觉得有哪一些很不同的地方？先讲是在纽约半年的经验啊，就在地铁地铁都啊，全世界各地优秀的音乐家都会在里面摆一个小摊子，有各式各样的街头艺人的这样，有节奏蓝调，有很好的铜管乐，有很好的 rap， 很好的那个 B-box， 就直接2个人就对标起来了。那有6栋斗，还没有机会送一件木头在表，就有全世界的高手都在地铁里面。那当然是在殿堂啊，全开林肯中心啊，全开那个Blue Note 啦一些殿堂。那在地下铁里面也有很多高手，就是各式各样的表演。你当一狂酸，就是你每天都会烦恼，我今天是去哪边看比较好，因为同时可能每天甚至同一个时段，让你就 confuse， 所以上都西藏的节目我去那边看，因为太多的演出了。哇，很精彩哦！如果你摆最重要是因为在台湾的做客家音乐还有规划客家那种艺术的活动哈，差不多20多年的，但是我想跳脱出台湾，从外国的角度回来看台湾，就是未来台湾的音乐文化或者台湾的客家艺术文化该怎么走。所以就是说，稍微也算是休息半年，跳出来看，未来的客家音乐或者音乐文化该怎么玩。
各位一个沉淀的时间了。好，也吸收更多不一样的观点。那还有去上一些蓝调的课程，哇，要不然还有 TPA 牛奥良。因为这次是拿到 ACC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金，希米贵在百年的事件。其实我就建议啊，你如果喜欢蓝调跟美国草根音乐的话，你一定要去纽奥良。所以在纽约大部分时间待在纽约，其他时间去纽奥良。纽奥良待2个礼拜是个每天就是它有一条街叫做老法国人街，每天晚上从7点到凌晨4点哈。就是每一间 pub 有它自己的特色，比方说这间是传统的2030年代的这个老爵士，那这间是节奏蓝调，那这间是蓝调摇滚。你夯斗就是隔壁每间就去让喝个啤酒，然后这样听一下，再听然后又到隔壁间，很过瘾。就是去纽奥良可以感受到各种美国草根蓝调音乐的根源。哇，纽奥良是爵士音乐的发源地。台积卡是讲又憨哈，下次去纽奥良一定要去这个老法国人街。哇，因为它很有名，叫波本街。不过波本街大部分全部都在演奏这种流行音乐，真是有可能美国草根蓝调的音乐要去老法国人街。那你就每天从7点待到凌晨4点，听不完的蓝调，而且不用钱。其实50钱啊，你就走进去啊，就是在那边听，他也不会跟你要钱。就是你走进他店里面，然后你也不买酒没关系，就在纯粹听音乐。刚才给的文化，他们的文化就是那所谓的爵士乐或他们的 bluegrass， 就是他们很经典草根蓝调，是他们的生活一部分。我刚开始有一个哈，第美国转来，哎呀，我能很确定一件事，你的酒量一定变好。其实不好，其实不好。来，我买你去酒吧没？酒吧，但是我都不付钱，现场不付钱去听音乐。好感恩。我老其实酒量不好，就喝一杯啤酒，就是欣赏。买个入场券去听音乐，听整个晚上。超非常的享受。我想，当然这一次哈，不同的结合哈，就得感受到哈，音乐还那丰富。音乐的魅力真的是无极限的，所以这一次有童谣，有西洋歌曲，还有一些英文歌曲哦，想必大家一定非常的期待。还有卡通歌曲还有卡通歌曲啊！你有说宇宙战舰大和号，所以我那个年代的卡通偶像。所以其实我是第一代的宅男了，我卡通歌我专门在研究了很久。其实该卡通歌对我创作那个客家的童谣都有帮助的。要一个同志的心，非常精彩哈！等下陣哈，繼續來到大家分享咧水客搖擺。Rita 邀請大家水客搖擺是共夏天的音樂來聽通一下哦。節目當中呢，邀請到狂美交響管樂團，真嘅係又狂又美。香港呢，嘟嘟的美國表演者咧，參與會欣賞哦。再次歡迎3位。大家好。係，今日頭先有一個講到吼，頭擺寫是經台童謠，很多的卡通歌曲童謠，對你來說創作影響很大。所以呢。any 是第一個 any 談到的東西是會落到 any 上面。這一次在音樂會的呈現呢，其實有分種，在語言上也有兼顧，在曲風上都有兼顧。你看有卡通歌曲，有童謠，韓國有英文歌，韓國有客家歌。這一次是怎麼選取的呢？其實我跟宇文老師討論很久，我們一直在想說要怎麼讓觀眾，第一個是觀眾可以很輕鬆的可以進入到我們的這個節目裡面，那再來是當然還是最重要的是我們怎麼樣可以在節目中呈現我們的客家元素。對，那其實我們這一檔節目在桃園區是閩南莊。其實我們在，因為我們樂團本身在桃園啦，我們都有每一次的客家活動，我們都有調查現場的民眾。那桃園，我們每次在桃園做活動，我們調查的結果都是每一次的觀眾都是8成閩南人，2成客家人。所以其實我們肩負了一個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我們希望把這個客家文化推到桃園，不是只有在中壢，中壢是傳統客家莊嘛，可是桃園不是。對，但是我們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設計整個節目橋段，是讓觀眾聽進來的時候不會覺得說，客家跟我有距離。
而是客家就在生活里面，然后它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期待。所以我跟于伟老师讨论很久，说哦，我们怎么样让观众可以很轻松的进来，那他也不会觉得客家跟他有任何的隔阂的感觉。嘿，那团长动物性本身基本是客家字体哈，新丰人对不对？新丰人客家音，所以了白有一跟自家底下推荐歌曲，也底下思考的是，你知道，你客家用扮演用的。我感覺你一下其實特別係假日哈，非常適合親子的活動嘛，所以你一擺就規劃有卡通歌曲，然後那卡通歌曲可以讓小朋友聽，還有高重該客家童謠嘛。哦，你也創作嘛，係嗎？那唱西洋歌曲，那大人也喜歡，很 popular 的、很受歡迎的這種西洋歌曲，就希望能夠就是雅俗共賞，然後親子都可以參與。所以你一擺教入嚟咧，行業歌曲就係有余偉老師嘅創作，佢有經典嘅客家嘅歌謠吼。係啲了會我想有一個你嘅教了兩解，一解客家字體，不過唱寫啲特別對於客家話，睇啲堂嘅是，可是說出來平常沒有在。沒有環境練習。那另外一位可傑老師是我們客家人的好朋友哈，所以告給都窮下來講哈。我們這邊準備了抽籤的，算是小小的考題啦哈。是要考我還是要考他們？你也要被考一下，你也要當老師，好不好？一聲音抽一張。好。我想出現有倆完全唔曉得講哈，美堂系的可傑老師。我好緊張哦。哎，可傑老師這樣坐着聽客家音樂聽一聽，其實稍微聽得懂一些咯，有，蠻厲害的哦，哈，一條哦，這個是什麼？要先念對不對？係，先念。哎呦，許龍係時人。啊，你講許龍愛講時人好咧，好嗎？熱講講，熱講講。哎呦，按標準哦。熱講講，熱講講。哎，怎麼那麼厲害？怎麼那麼厲害？我們客家人不會講，這個是被打。給還講到一票準的啊！念，因為他有通音呐，就還是糖哦，所以住在桃園還是有客家人，所以該上元還係有了解啊。同學，你講講未為地咧表演地圖，好，有位老師也歌曲哈，來，團長，你客家好聲音，來唱一張。哎呦！哎，信封音會講嗎？哎，會啦哈。天空落水。呢啲係外國音嚟。而家便宜嘅，你有彈過天空啊？落水喲，阿妹啊。係啊哈。那用新豐腔怎麼念客家話？其實我不會。天空落水。天空落水。係，誒你講天空哈，天空其實你時常會講天公吧，天公所以天公落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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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做得，終於好好練了哈！那台視自家出一張音樂歌曲。這個對我來說，這是什麼問題？很簡單的啊。哎，要用阿拉伯文講。好，我冇問題啊。你要請茶餘微信上用阿拉伯文。伊斯里巴達。阿拉伯文，冇啦，客家本身。係啊，一看師弟講，佢正經係客家人啦。伊斯里巴達。誒，大家以後介紹客家本身比伊斯里巴達咧。好啦，是演用乜嘢？客家本色。客家本色。伊斯里巴達。天空落水。好，我幫你抽一個。好，你讓他抽一張。那你要用那個葡萄牙文講。哦，冇問題。哦，我係西班牙，係葡萄牙，求年長係講。哦，very lucky，very lucky。哎，不，那個是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是 Oremo double la ma。哪有來？我被講的啦。好啦，你數字狗。哎，數字狗，哎，數字狗啊哈。字怎麼念啊？是，算是，下是，哎，下是。數字狗。哎，基本嘅你係冇負責任嘅教學法。我哋冇 double la ma。你很記得，我很記得的。好，其實呢，講客家話意思啊，當然啲咧，歌曲安排地圖，就讓大家很自然、很親近。可能第五推檔都是唔啲話要按不負責任的教學法，因為有位老師會去啲推檔，先睇佢講乜嘅。董事長其實我聽白
我第一张唱片出完，我的唱片公司水晶唱片就倒闭了。我后来就去教幼稚园，我那时候教该幼稚园哈，200个小朋友，所以我那时候是教200个小朋友唱歌跟画画。哦，所以我感觉其實教小朋友唱歌還蠻有經驗的。動定一下。我這次願望是希望禮拜就在教漢娜抖音，漢娜好，耍寶耍得更好笑。眼鏡教哦，好教嘛個教西班牙文好嘞啦。也可以波斯語啦。好，禮拜其實呢，第幾隻音樂會嘅規劃，唔單淨音樂，好歌曲，韓國幾隻樂團都精彩。其實禮拜卡司哈，首先大家看下海報，哦，第一條是係金曲歌王車怡薇，鼓掌鼓勵。韓國呢，你當電影下阿權妹哈，金鐘嘅主持人鍾意權小姐啊哈，阿權妹哈，非常嘅電影下哈，接下來樂團嘅機會，同時咪係作曲家寫，你嘅團長車維明，哇，團長身兼數職啊哈，好，都強哈。還有一位音樂總監呐，劉可傑。哇，有為負責音樂，一個團隊聯絡的行政事務哈，真緊動強哈。當然，你禮拜得到當然是傑出演藝團隊狂美交響管樂團，你係用歡呼的咧。第2位呢，要請大家幾月幾號要到哪裡看音樂會呢？10月1號啊，半夜下晝4點第桃園通岸親子公園。嘿，歡迎大家來到了哈，水下搖擺，我們跟着狂美，跟着宇威哥，跟着疫情，大家強下來搖擺一下哈，我相信聽起來非常的精彩。這個是露天親子的音樂饗宴哦，所以歡迎大家強下來，這個露天就是一個 open 的，就是歡迎大家強下來享受的哈，非常精彩，推薦俾大家哦。今日再次感謝3位，謝謝，希望，祝福順利圓滿，希望，沒希望所有朋友嘅收看，我相信安好音樂會推薦俾大家哦。等間好邀請大家繼續聽您線上嚟做運動了，張麗了，拜拜。